2023 APEC 起稿，昨暗张忠谋代表咱台湾出发，飞一暝再去到 San Francisco。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会协助张忠谋发落 APEC 的代志。针对媒体问萧美琴有关偌清做偌清的副手的代志，伊并无回应，伊敢若讲会拍拼，互 APEC 顺利圆满。今仔日，咱国领袖代表张忠谋将会到美国旧金山。咱国驻美国代表萧美琴也已经到现场。伊今仔日早起是突然间出现伫咧媒体团所在的饭店，敢若是要甲某一个国家的官员进行会谈交流，大概等半点钟左右。但是官方也无公布讲是甲倒一位官员见面。媒体团也问及关于3个月问题，因为一直拢有伫咧传讲，伊将会担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副手，对此伊无回应，讲即马是要互 APEC 顺利圆满。刚刚跟美方的官员会谈，还是说跟你也相信刚有什么样的 APEC 的事情很多哈，那我们就继续努力让 APEC 顺利圆满。好，谢谢大使。那针对台湾一直在关切的这个议题，您确定回去的时间了吗？或者是日期？还是说我们很快在台湾会看到？另外，今仔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到旧金山，伫咧伊大饭店外口，今仔日一早起就飞机伫天顶有布条抗议，也有中国侨民举5星旗，准备要甲伊欢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